这边差2个枕头。够吗？够了。刘少卿，从容，出来吃烧烤了。来个！来，你们把想写的问题写好，传给我。想问谁就写上秃某某，我们抽出4个问题来回答，好吗？好。来吧。这个是问王老大的，在座有你喜欢的人吗？有。说，是你自己老实交代，还是我们挨个排除？我先排除我自己啊，肯定不是我，也不可能是我。那就很明显了，秦主从容。谁呀？你这属于附加问题，我可以不答。你们同志，遵命。不这样。还是问老大的，老大，你人也太好了吧？问你喜欢的人认识很久了吗？啊。对，很久很久了。不，你这太明显了，你就直接表白就完了。哎呀，吃都堵不住你的嘴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来，咱们喝一个，喝一个，来喝一个，干杯！干杯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怎样的呢？比起悸动、甜蜜、心酸和痛苦，更能确认他的存在。因为喜欢着他的心太过耀眼，于是连同他，也一起被掩盖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了。来，慢点，刘姐，小心啊！从容。你没事就好。走，我带你看看东西。怎么了？魏医生，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。误会？什么误会？我对你的定义只是同事跟邻居，这2个月我们过于亲密了，还是划清点界限比较好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我为什么要撒谎呢？那我对你做的一切，在你看来就是同事、邻居。目前，我只想顺利完成在医院的实习。至于无关的人和事，我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希望你理解。不过，我知道喜欢一个人的第5个阶段是什么了，是心痛。